最近包括民进党立法院的助理、民进党的前党工，佮甚至总统府幕僚拢涉强谍案。国安局长蔡明安今仔就表示讲，目前佮有一寡相关的案件佮会侦办。局长嘛强调讲，针对目前国安法不足的所在，嘛准备要来修法，避免中共对台湾的统战还是渗透。了这个国会助理被渗透的事情，好，当然这事情也发生在我的前助理的这个身上。应聘进来的助理其实有涉及这国安问题，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警示？伫最近电力团做强谍案，八做过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助理，一个几多位民进党立法委员助理的性所兴，互检调进行了，虽然是20万交保，不过民进党立委也是真担心。问国安局是不是让协助建立安全查核机制？很愿意来提供我们国安单位的做法。那像我们局里面有180几个职务都有类似列为核密查核的对象。那在核密的过程当中，又有分甲级以及丙级。这一位我们都没有看到他的名字，但是据说他是被抓到说在刺探帛琉的情报。我提醒你还是要注意一下。这都是因为有些资料是错误的。那是国会，包括民进党的前党工，也有总统府，拢被查出有人涉及强谍案。大家拢伫咧注意讲，是不是也未逼出来？相关的一个案件，有些都还在侦办当中，那有些还在搜证当中。所以有其他案件，但是还在调查。对各种案件，只要有相关的违异常或违法的事态，我们都会积极的来收集相关的证据。因为国安局的报告指出，中共针对咱军事单位也有政府机关进行渗透。自2020年到即马，强谍案起诉159人，其中有现役加退役的军人95人，比例是60%。主要手法是包括退役、留外现役、金钱利诱，也有债务协trợ。一定会积极的来搜证，那务必做到全面的清查，不分党派。方面是能够速查，第二个部分能够严惩。蔡明安也讲，已经甲法务部共同检视。国安法条文内面，是不是有需要搁再真正加强的所在，来阻止强谍的行为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